着慕容依允为我朝皇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，您是。皇上册封慕容依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册封慕容依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啊，秦柔，你怎么了，秦柔？秦柔！哎，急着找我来，是不是有啥好消息啊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这外头的风声太他妈的紧了。刚刚躲过谢延琛的追杀，这新皇帝就开始下令剿匪，害得老子都没生意可做了。唉，看来这坏事做多了，还真的不行。你们倒是说话呀，都他妈哑巴了！哎，你没听街上都在传吗？传什么？我成天东躲西藏的，我啥也不知道啊！皇上要娶那朵慕容小白花了，咱们谁都进不去宗祠了，这就都穿越不回去了。哎呀，这搞什么搞啊？我以为是好消息呢，我都跟弟兄们告过别了，这下好了啊，一点面子都没了。哎呀！哎，这邢柔呢？等我见了这死丫头，我非得好好说说她。你说早就提醒过她，让她别瞎搞，别瞎搞。这下好了，搞出事了吧？肯定是给谢延琪那小子戴绿帽子了。我呸！胡说什么呢？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哎，你总算出现了，赶紧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好好的婚事，这怎么说黄就黄了？哎，秦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尹秦柔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啥办法？这样，我们冒充宫女太监，然后偷偷溜进宫里的宗祠，趁着大婚的时候就赶紧打开龙脉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主意呢，说了半天是去陪葬啊！哎，你能不能听他把话说完啊？碎嘴！我已经托人找好了关系，帮我们进去，只要我们动静不大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好了，大不了一死，赌了，说不定还能回去呢。那我们就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哎，大同，那你真的不穿越回去了？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阿广，大同，生死在此一搏了。忘不掉是你的哎，我说你装那么多干嘛呀？这东西到咱们那儿又不流通，猜不透是你的好歹也是金子，等我回去了找人提炼一下。做不了曾说的假象，有了这些金子，到最后散场。这些金子我可都是有数的，除非是我想给你。只是你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青柔，恕独孤冒昧，你为何非要去宗祠呢？我真的很难理解，到底有何缘由？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要你开口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独孤，你帮了我很多，有些事情我想靠我自己。事到如今，看来
你还是把我当外人。不是独孤，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，但此去一行，肯定是一条不归路。我不想连累你，就让秦柔在此跟你好好道个别吧。再见了，好朋友。秦柔，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让我们再去逛逛街吧，像以前那样。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。好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哎呀，走啦。美女，再来黑哦。孟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们都准备撤了，不如一起呀。尹晴柔也在这儿。晴柔，喏，在那儿呢。开宗祠，宗祠开了啊！小心。有刺客！皇上，干啥吧你？皇上，别过来，要不然我就撕票了。皇上，妹子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你快放了阿管和大头。放了他们。皇上，孟江，你走不走啊？走。来了！慢着，皇上。快点，快！哎，你疯了！你放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没疯，以我的能耐，我根本挟持不了他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会来我和依允的婚礼上。料到了，好啊。走，晴柔，快走吧！晴柔，走啊！阿广，晴柔，阿广，你休想这么舒服的离开！我不想走了。晴柔，你真的不走了？我欠了一个人的债，得还。刺客已被我挟持住，快进来救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！晴柔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：你之前陪在朕的身边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？皇上，该怎么处置啊？全部押入天牢。是。皇上，我是有功的皇上。皇上，谢延吉。我说孔双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真是竹子的童年，损死你得了！大同，干嘛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？大家都回不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孔双双
就没打算回去。看来你也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又怎样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疯狂的，也只有爱情了。你说我孔双双哪一点不如你尹清柔？凭什么我喜欢的男人都围在你身边？双双，我没有一点要跟你争的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你当然不能有，你不过就是个小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说我该怎么说话？我恨就恨，今天在祠堂就该一刀结果了你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嘿，我说你。青柔，快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。青柔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你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的眼里只有这个小贱人。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连看都不看我，找死啊你！皇，到底有何事？说吧。启禀皇上，有人夜闯天牢，将尹清柔劫走。大胆！卑职无能，请皇上恕罪。那另外2人呢？他们还在。随朕去天牢。是。皇上驾到！一会儿他问起，你就说不知道谁劫狱。我定有招数救我们出去。就你那破嘴，我才不信呢！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就在这等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免了。你们2人可知道谁劫持了尹清柔？回皇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何人劫狱，只看见一个蒙着面的，好吓人。少爷没有活口，死无对证。哼！皇上，还有何事？皇上只要答应放了我2人，我孔双双自有办法找到尹清柔。笑话！你2人犯的是死罪，让诛9族，居然还敢谈条件！冤枉啊，皇上！双儿何罪之有啊？双儿不但没有与他人同流合污挟持皇上，还帮皇上抓到了尹清柔。若说我有罪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走。皇上，皇上还记得这个玉佩吗？你曾经答应过双儿，有朝一日我要有事求你，你必会答应我。想必皇上一定明白，既然我能帮你找到尹清柔1次，就肯定能再找到1次。李章，放了他们。皇上，朕说放了他们。哼！是。皇后娘娘这对簪花啊，可真好看。簪再好，人再美，又有何用？皇上从来都不踏进我寝宫1步。
皇后娘娘，皇上只是一时忙于政事，所以忽略了娘娘。娘娘这么动人，皇上怎么会不来看您呢？皇后娘娘，双儿姑娘求见。快快请进来。是。双儿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我无需多礼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快些过来。娘娘今日果然是美颜动人呐。姐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美艳又有何用？还不是一样被冷落。娘娘，请恕双儿直言。皇上若不主动，娘娘您何不多走一步呢？皇上的心中，怕是有慕容触及不到的地方啊。傻妹妹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捂不热的地方，越是这个时候就越不能闪避，要多与皇上亲近亲近才是啊。你说的也算是有几分道理。邱公公，这劫狱一事进展如何？是否派人加紧排查？回皇上的话，前些日子已经让御林侍卫调查过了，可是至今没有消息啊。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？李章求见。进。李章参见皇上。你来的正好，交与你办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回皇上，属下已经带人查看了京城附近的数十个城县村落，并没有发现劫狱者的任何行踪，可见劫狱者心思缜密之至啊。海路呢？海路是否已派人调查？回皇上，还没有。你立即派人从海路着手调查，同时搜索所有村落，每一个房子都不可错过。是。还有，切记，一定秘密行事，不可张扬出去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皇上，今儿晚上是不是在皇后娘娘那儿安歇呀？算了，还是在这儿吧。好，那老奴去安排。青柔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青柔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劝你还是吃一点吧。我不想吃，我也不饿，你拿走吧。青柔，要怎样你才能不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眼无珠，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我真傻。青柔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也有我的无奈。在这个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，我也一样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好，我告诉你。青柔，你听说过前朝之事吗？前朝，我听说书的讲过，只知道前朝被谢氏王朝所灭，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是的，朝代更替本是很平常的事，但对我独孤来说却是国破家亡。其实前朝皇室的后人并没有完全灭亡，他的最后一位皇子是在皇后和宫人的掩护下逃了出来，他们隐没山林。
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才一点一点打造了这明炼宫。而皇子也在母后和宫人的教育下逐渐成长。他背负着复国的使命。那名皇子就是我的父亲。直到他死后，这些使命才统统寄托在我的身上。独孤远，难道你就是前朝皇室的皇孙？你如今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你们独孤氏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。独孤远，你太可怕了！你一直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拿你当朋友，当知己，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刻利用我们。我承认，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是，在我计划所有事情当中，出现了一个艺术，那个艺术就是你。你的出现，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。你知道吗？当初，我为了你，放弃了背负的一切，我放弃了一切。够了，青柔，你……独孤远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从上次测试题中我就应该看出来，你回答的那么准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是这么的阴暗。青柔，我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青柔，我不说了。过些时日，等你平复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天龙，只有你最了解我了。你说，青柔她会原谅我吗？一把，无论如何，我会等到她接受我的那一天。尊上，尊上，青柔姑娘突然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快！她这几天一直这样吗？是的，尊上，青柔姑娘已经接连几天都不进食了，而且每日以泪洗面。就在我刚才给青柔姑娘送粥的时候，就发现青柔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混账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该死，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。算了，快去准备些热水，顺便把我采来的天山雪莲取来做药引。是，尊上。青柔，青柔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青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。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看不透是你的目光，
说的家乡，到最后散场。尊上，你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娘娘，双儿一直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姐姐但说无妨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。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，我也是思虑多日，也未敢言语。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都憔悴至此，就想着，哪怕是我被降罪，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。姐姐，以你我二人在宫中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？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，就还请姐姐速速道来吧。娘娘，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查找尹晴柔的下落，为了此事，不惜动用了御林军，说是一定要找到尹晴柔，而且说一定要秘密进行，瞒着皇后娘娘。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，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尹晴柔不死心。如今见到娘娘您这样，却也觉得这件事又真了几分，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。娘娘，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皇上对那尹晴柔余情未了，我又能怎样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尹晴柔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娘娘，只要您抓住了皇上的心，那皇上必会回心转意，相信娘娘您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？况且他从来就没有和我……皇上至今还未和娘娘行房吗？这个也不难，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，娘娘若愿意，双儿大可为娘娘献上。你说的那些药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妹妹，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说悄悄话，又有谁知道？如果这件事真能为妹妹抓住皇上的心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等皇上找到了尹晴柔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你说是不是？
也不知道这晴柔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。哎，居然为了晴柔姑娘亲自施药。什么？尊上竟然为了晴柔姑娘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那雪莲一旦运用不当，可就是剧毒啊，会致命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是这晴柔姑娘对尊上一直是不冷不热的，我真是替尊上可惜呀。独孤愿意欣慰我，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了吗？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无奈。身为亡国皇子，他身上背负的重担也确实太多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。朕不饿，让她回去吧。哎呦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，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，所以就自己进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把他放下吧。朕现在不饿，饿了自然会吃。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。也罢，拿上来吧。臣妾伺候皇上吧。不必了，朕自己来。味道如何？臣妾费尽多年，手艺也生疏了，不知道还合不合皇上的胃口。很好，有劳你了。朕略感不适，皇后先回宫休息吧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臣妾扶你回房休息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邱公公在。皇上略有不适，你快去传太医来。这还不快去？是。皇上，你怎么样？朕热。皇上，晴柔，晴柔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上，我是依允呀。晴柔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。晴柔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皇上，晴柔。皇上，你回来就好，晴柔，不要再离开我。晴柔，让我再好好看看你。你不是晴柔，你是谁啊？依允，你是依允？放肆！你竟然不知廉耻！皇上，你听我说。你给我退下吧，朕不想再见到你。皇上，退下！臣妾告退。
娘娘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管娘娘怎么惩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承受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何错之有呢？错的是我，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皇上的垂怜。娘娘，不可太过伤心。此计不成，咱们再找下次机会嘛。不会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皇上现在心里只有尹晴柔，不会再有我的位置了。又是那个尹晴柔，皇上对她果然不死心。昨日，我听说尹晴柔那边已经有了消息，皇上不日就会接她回来。恐怕什么？这尹晴柔诡计多端，手段厉害，恐怕她会向皇上要后宫之主一位啊！到时候，她敢！不瞒娘娘，这个尹晴柔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她分明就是个妖女。娘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瘟疫的事？全天下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为什么偏偏是她尹晴柔能够终止瘟疫呢？后又被举国称为大英雄，娘娘，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依我看，这尹晴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，让所有人都患病，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，以此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。如此说来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。娘娘说的极是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，否则不光是后宫，就连整个朝廷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阻止皇上。皇上，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去看望一下？哎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哎，您慢点儿，我扶着您。哎，皇上您怎么来了？臣妾不慎扭伤了脚，不能亲自迎接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不必了，你的脚可有大碍？并无大碍，待臣妾回去休养几日便可。谢皇上挂念。倒是今日风和日丽，是个赏花的好日子，臣妾想要看一看。既无大碍，那你就自己在这赏花吧。朕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可否听臣妾说几句心里话？不然，臣妾必会日不能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此生非皇上不嫁，可是没想到家事不幸犯案，才不得不与皇上分开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我也曾多次想就此了却一生。
可是每每想到与皇上相识相知的曾经，就一次次放弃了。因为我想要再次见到皇上，想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没想到一月命好，居然能有幸再次见到皇上。皇上也不嫌弃我，还立我为后。可是，当我知道皇上的心中早已另有所属后，一月发现自己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。其他名利富贵，我真的毫不在乎，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。难道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？依云，是我辜负了你，可我已心有所属了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因为我曾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娶你为妻，所以我便把这皇后之位给了你。也许我能补偿你的，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其余的，言其无能为力。皇上，那晚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以后还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。叶轻柔，参见公主。轻柔，轻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在取笑我，还是在生分我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来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见大家都叫你尊上，可是你不是我尹晴柔的尊上，所以我就叫你一声公主。我们之间不用这样吧？不管别人怎么叫我，你还是叫我独孤吧。小的可不敢，万一说错了话，那岂不是要身首异处啊？你呀，看来你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都开始说笑话了。身体是好很多了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你身为前朝皇子，又悉心经营着明炼宫，权力之大，地位之高，已经不是我能随意冒犯的。在外人看来，我独孤拥有着华丽的外表，可有多少人能知道，在华丽外表之后，有多少心酸呢？当年国破家亡，祖母带着我父亲浪迹天涯，天下之大，却没有一个他们容身的地方。堂堂皇后之尊，却要与下人一样，洗衣做饭，每天干着粗活累活。直到我继承了复国使命的那一刻，我们独孤氏的财力才慢慢有所好转。可是为了复国，我从小就开始勤练武功，还要学习拳术之道。每日活着的理由，除了复国还是复国。我的心也变得像这地宫一样阴冷灰暗，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可是，就在那日我遇到你，
当我看见你肆无忌惮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美好事情的。那天起，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快乐。可我是个不祥之人，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。我独孤不管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只愿和你浪迹天涯，相濡以沫。独孤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的心思我全部都明白，只是好，没事的，青柔，我会等你，等你心里有我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走。曾说的假象，到最后散场。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，就交给爱卿处理吧，切记尽快安抚灾民，重建村落。遵旨。皇上，御林军统领尹浩求见。快传。是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如何？有消息了吗？臣多日打探，不负皇上厚望，已有消息。快说。确实有人看见晴柔姑娘往东边方向去了，据说是名山方向。名山？而且什么呀？独孤远也恰巧一起失踪了。我怀疑，莫不是独孤远劫走了晴柔吧？你怀疑独孤远？不错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名山、独孤远、晴柔，这其中会有什么玄妙啊？尹浩，你继续打探，务必得出准确的消息。是，微臣告退。晴柔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等着我。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！像在我们家乡那边啊，想要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虽然你欺骗我在先，但你也有你的难言之隐，而且你3番5次的救了我。你要是答应，以后不再去做害人的事情，我就答应你，一直留在这儿。你真的愿意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，永远都不离开这里吗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更需要的是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生活。这里挺适合我的，所以，独孤，我希望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，就像以前那样，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，好吗？好，青柔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哎，你看，那花多漂亮！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
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园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园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！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顺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园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园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是你叫我出来晨运的，怎么，才走了1个山头，你就不行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走3个山头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既然累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走。能不能不走了？我身体还没好呢。让你每天徒步行走，就是为了锻炼，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。再坚持一下嘛。好吧。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，只要你每天带着它，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。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？第一次听说哎。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。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。奇葩？奇特，口误。青柔，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。只要你带着它，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，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。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，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。是哀家糊涂啊，听信了谗言，哀家对不起琪儿，更对不起晨儿啊。若不是哀家，晨儿也不会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被贬为庶民，流落在外呀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。好在琪儿她是个好孩子，相信她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。皇上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那名山脚下，藏于明炼宫中。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。你可还查到别的？回皇上，明炼宫虽然是近些年才在江湖上崛起，但是实力不俗。尤其是明炼宫的宫主，据说她的武功高强，神出鬼没。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。倘若真是那独孤园劫走了青柔，那他就是明炼宫中的人。可还不止，明炼宫公主平日喜欢吹箫，一支玉箫能摄人心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独孤园就是明炼宫的公主？是。好你个独孤园呐！藏匿于朕身边多年，朕却毫无察觉。究竟意欲何为？皇上可还记得独孤园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？朕还记得，
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？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！皇上的确是没做过，可先皇先祖们呢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据名山探子回报，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，言行之下，明炼宫的人说，里面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。朕明白了，难怪这独孤园与朕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原来这独孤园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。这么多年，我视他为兄弟，为知己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无时无刻不想取皇上的性命，夺走江山社稷。照此说来，皇上已经知道明炼宫的位置了。不错，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炼宫，我想请命去做先锋。不妥，我觉得此时不是攻打明炼宫的时候。皇上刚登基不久，先应该稳住朝纲，而并非大兴武力。如果为了区区一个江湖门派而动用了大量兵力，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。四王爷虽然说的有理，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。我知道，三嫂至今生死未卜，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。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，但是三哥已经登基，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。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，皇上他自有分寸。其他事情我不担心，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，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。说来也是，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。但愿我能劝得住吧。在花别旧深秋，窗前明月独坐。不会说，再不说，眼泪划过而我，你不再为我，我不再难过，就这样结果。也许只是眼角无语的一瞥，就注定了你我。那雨一直滂沱，无言雨水滴落，思念对谁说？也许只是眼角无语的一瞥，就注定了寂寞。就算你远走，我还站在原地，傻傻的等候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免了，来得正好，朕有要事与你商议。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炼宫一事？你都知道了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讨伐明炼宫不用急在一时，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。现在动用大量兵力，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。况且那明炼宫威震武林，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皇兄，还请三思啊！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，那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走吧。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，明炼宫日后再除也不迟啊。不可，这独孤园既有复国之心，朕就留不得他。臣弟以为，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炼宫，其实是为了秦柔，并非其他。朕没有。怎么没有？皇兄，你就是太要面子了。你害怕输给了独孤园，就失去了尊严。住口！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。皇兄，你看你现在为了秦柔，你都失去理智了。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？是朕要任性妄为吗？讨伐明炼宫绝其后患是任性吗？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？朕若是任性，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。皇兄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臣遵旨。
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他说3天还，我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。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，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简单粗暴吧？青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青柔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？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，怕坏了。镯子是不怕水的，你还是戴着吧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世界还真奇妙啊，镯子还能治病。尊上，什么事？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，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炼宫。终于来了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应战准备。是。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声张，一定不要让青柔发现有任何的异样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近日，四弟来找过朕，劝朕不要讨伐明炼宫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。那皇上是答应了？朕没有，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皇上，明炼宫是非伐不可的。若不趁早除掉，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，若想再去讨伐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啊！皇上，留明炼宫必定后患无穷啊！若朝臣执意反对，臣妾愿以一己之力保我江山稳固。臣妾可以以死明志啊！皇上为何这样看着臣妾？朕记得，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，而且从不理会朝事，为何偏偏今日对讨伐明炼宫一事如此上心，态度如此坚决？皇上也说了，那是臣妾以前呀。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，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况且现在臣妾贵为皇后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为江山社稷尽忠。既然那明炼宫威胁到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安危，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愿为皇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。皇上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臣妾的心中，
你是最重要的。也罢，不过随口一问，你无需如此伤心。不过，于公于私，这明炼宫，朕都留他不得。于。独孤远，朕视你为知己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？哼，谢延启，这就是你我的宿命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也正想会会你呢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日是我与独孤远二人之间的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手。皇上，这是圣旨。是，臣遵旨。你们也都听好了。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明炼宫从此绝迹江湖。你们保护好尹姑娘。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朝廷陪围剿，皇帝御驾亲征，姑娘你快回去吧。皇上来了，那独孤远呢？尊上已在外迎战多时，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。哎呀！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？虽然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再往来，但是还请你放了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当今圣上，而且他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。倘若你杀了他，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，那天下的百姓也不会被你折服。到那时，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！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当然是。我知道，你是怕我跟他旧情复燃。你放心，你若放他走，我定会留在明炼宫，此生不再与他相见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发誓，我不用你发誓，我相信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放了他。真的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。你走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若是见不到晴柔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晴柔她是不会见你的，毕竟是你当初抛弃了她。我没有。
跟你无需多做解释，你我相交一场，也只怪我当初识人不清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晴柔我是一定要见的。哼，跟我讲条件吗？你就不怕我把你扔出这明炼宫吗？哼，你可以啊，但是你会吗？想想吧，在你面前的可是当今的皇上，你可以用我换回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激将法？你知道我独孤园是不会拿你换任何东西的。现在在我心里，晴柔就是我的一切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自行离开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那个人他走了吗？没，他还没走呢。他怎么不走？活该，爱走不走。哦，对了，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啊，他不走，就算把他扔了也不走，换东西也不走。他说要见到姑娘你以后才走，哪怕就说几句话呢。因为不说清楚，他走了也不会甘心的。都已经来了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啊？他以为自己什么身份啊？让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当领导，我也是醉了。他以为自己情圣啊？真是的，你说你都和你的青梅竹马蓝梦重温了，我都腾出地儿了，还非要来见我。哼，说不见就不见，我是有定力的。要不还是见一下下，反正就是见一面嘛，正好让他死心了，让他回去好好工作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啊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尊上，尹姑娘去见谢延琪了。这个机会我可以给你们，同样也是给我自己。晴柔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喂，冰块脸，你可别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，我就是想来问问你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你每天在这白吃白喝的，还要别人来伺候你，外人多麻烦啊！你还把不把自己当俘虏了？晴柔，几日不见，你为何消瘦了许多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手动脚的。本姑娘最近正在减肥，你可千万别自作多情，以为我是为了你啊！哦，我并没有这么想，但若你真的是为了我，我会很开心的。这本来正在讨论赶你走的事儿，怎么又跑到我体重问题上了？罢了，等我问清楚，我自然会走。当然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谁要跟你一起走啊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哦，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想问你为何离开，为何不告而别？你现在居然还问这个问题？你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浆糊吗？你每天怎么管理国家的？你看得懂奏折吗？我为什么走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说。是你何时开始移情别恋的？哎呀，尹姑娘，你该吃药了。你才该吃药了呢！你全家都该吃药了。本姑娘现在好得很，我现在胃口大开，早上还去爬山。这药我不吃了。姑娘，您就别为难属下了。尊上说，这药不能停。娘娘，刚才几位大臣说明日再来商议。
皇后娘娘，您可要尽快做出决定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！哼，他们那几个，没一个能拿得出主意的。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就会把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。双儿姑娘求见。快宣。双儿见过皇后娘娘。无需多礼。哀家真的后悔当初为皇上提议去攻打那明炼宫，不然现在皇上也不会被扣押在那阴冷的宫中。娘娘千万别这么说，凡打仗之事都是瞬息万变，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再说，那明炼宫若不攻下，他们迟早会反。依我看，现在正是一举踏平明炼宫的绝好时机啊！娘娘您想，如今解救皇上于水火之中，实乃从龙之功啊！我军将士必会拼命。再说，那明炼宫就算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江湖帮派罢了，又怎么可能敌得过我军兵马呢？不好，皇上亲征都没攻下来的明炼宫，想必那里一定是有什么奇门遁甲之术，是不为我们所知的。退一步讲，倘若我军真的攻打进去了，万一对方与我军来个鱼死网破，伤害到皇上可怎么办？所以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娘娘，战前发生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皇上文武双全，天妒英才，又怎么会这么容易失手被擒呢？依我看，这说不定就是他欲擒故纵之计。也许皇上此刻正等着我们出兵，好里应外合，一举踏平明炼宫呢。罢了，现在我们没有皇上的任何消息。倘若真的如你所说，那皇上定会派人送书信来的。所以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欲擒故纵之计。延琪现在肯定是有危险，说不定正在被他们拷打。他们这群败类，居然敢伤害皇上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不行，我要去救皇上。娘娘，这你不必多说了，这里也没有你什么事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这个双儿姑娘怎么总是劝我们去攻打明炼宫呢？莫非她和他们有什么冤仇？奴才斗胆劝娘娘一句，切不可跟这个双儿姑娘走得太近呐。公公说的极是，我明白，她肯定是有私心的，但是现在还不是猜测她私心的时候。当务之急是要救出皇上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四弟快快平身。谢娘娘。现在几位阁老都在逼我做决定，如今皇上又不在宫中，四弟便是这宫中唯一的先皇嫡子，所以我还是听四弟说说现在该如何是好吧。娘娘莫要着急，臣与皇兄都与那独孤园交往多年，此人能隐忍这么多年，想必定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抉择。以臣弟看来，皇兄现在应该没有危险。话虽如此，可皇上一日不归，国就一日无君，我也就一日不能安心呐。依我看，不如你我去见一见那独孤园，问他到底有何企图，究竟是求财还是求物？无论怎样，我们都满足他，只求他尽快交出皇上啊！娘娘，莫要操之过急呀！臣弟理解娘娘此刻的心情，其实臣弟和娘娘一样担心皇兄的安危。不如怎样？不如我这就与尹浩一同前往明炼宫，打探一下那独孤园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再伺机救出皇兄。您意下如何？这样也好。好，臣弟告退。快去。
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。胸前红花映彩霞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谢公子，尊上有请。啊，知道了。愉快的歌声满天飞，咪嗦啦咪嗦。咪嗦啦咪嗦，拉嗦咪哆来。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宫里一切可好？宫里尚且稳定。皇兄，你没事吧？我？你看看我，我像不好的样子吗？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你放心吧，待我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，自然就会回去的，是吧，独孤兄？皇兄，娘娘终日挂念于你，还是尽快回宫为好。你若还当我是皇兄，就立刻回去，我自有打算。对了，这个你先拿回去，回到宫里再打开看。皇兄，此乃皇命。臣遵旨。独孤元，你若敢动我皇兄一根汗毛，我定将这明炼宫夷为平地。随时欢迎。你不用浪费心思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谢延琪只顾沉溺于儿女情长，竟如此胸无大志。若是我此刻用他去做交换，哪怕是半壁江山，不，哪怕是几座城池，也能作为我复国的第一步。不行，倘若这样，青柔会如何看我？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卑鄙小人。也罢，我若如此儿女情长，和他谢延琪有什么区别？历史从来都是给赢家书写的。若我真能复国，谁会在意我手段卑鄙？皇上说什么了？退位诏书，三哥要把皇位传给我。不行，我绝不允许他再扔下我。四弟，皇上到底说的什么？他为何不回来？看来，皇上在去明炼宫之前，这封诏书已经是拟好的。他此去一行，一定是做好了准备，留在那里了。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绝不允许他再丢下我，我绝不允许他这样做。皇后娘娘别着急，皇上人处盛年，此刻传位给我，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。再加上内阁大臣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四弟，你帮我安排一下，我想见见独孤元。就再帮我一次吧，四弟。参见娘娘。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那独孤就不客气了。我要半壁江山，划江而治。不然，你就等着给谢延琪收尸吧。半壁江山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那就要看皇后娘娘对皇上的爱值多少了。皇上为了挚爱，可以放弃整个江山；
莫非皇后娘娘对皇上的爱连这一半也不及吧？哼，有件事，娘娘你别忘了，当初皇上为了你，不惜和老太后闹翻，也执意立你为后。你可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一番心意啊！好，明晚戌时，我在明炼宫前等你。到时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东西，作为交换，希望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娘娘请放心，一言为定。谢言齐。咦，什么味儿啊？青柔。青柔，你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惦记我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就是来看看你死没死。青柔，我们不要再争吵了好吗？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。况且，我已经把退位诏书给了四弟，从此我不想再当这个皇上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可是皇位啊！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你可别说是因为我。若我退位之后，就不会再有人说什么了，人们很快便会把我忘记。相信四弟会是一个好皇上。青柔，之前是我谢言齐亏欠你的，你若肯嫁给我，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还你的债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衣食住行，我必鞍前马后效劳。你若不开心，也可向我撒气，我的一切都可以是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立慕容依允为后？当时是我听信了奸人的谗言，信了那孔双双的话，以为你心里喜欢的是独孤元，以为你只是利用我的地位去谋取你的利益。况且，孔双双说看见你和独孤元海誓山盟，还说得有凭有据，也容不得我不相信。天哪，你连孔双双的话你都信，你还有没有智商啊？可是你想利用我进入宗祠一事，是真的吗？是又怎样？好，青柔，我想明白了，就算你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利用我，我也认了。只是我想知道，我和独孤元，你选择谁？谢言齐，你到现在还问这个问题，你真是个木头。去。那日，我来明炼宫找你，见你手上戴着独孤元传家的手镯，我还以为什么传家手镯，它什么来历我不知道，他只是告诉我这是治病的药镯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宫里逃出来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哎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不是恢复的好好的吗？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说感情里最忌讳的，就是彼此幻想着对方的未来，但却总惦记着对方的过去。是我当初不够相信你，你也不够相信我。青柔，这几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你和我是上天注定要走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后一定要彼此信任，不辜负上天对我们的这份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。青柔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是看看他干活干得怎么样。看来干得还不错哦。活蹦乱跳的，比兔子还欢实。看也看完了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你出去吧，我要备膳了。不用备膳，我已经让下人准备好了，一定不会比你御膳房的差。言齐，你怎么了？你
在一起一辈子的。我中毒了，是今晚的饭菜。杜国元一定是听见我们的谈话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他要解药。青柔，别去，他不会给你的。青柔，独孤远，你为什么要下毒？我给了他机会，3番5次劝他走，可他执意不肯离开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复国的念头到我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。我从小就被寄予厚望，而我也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哪怕有一点小小的进展，我都会非常高兴。可是复国这个梦想实在太艰难了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实现。想想那些跟随我们多年的家族四世们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了你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有多痛苦吗？现在这一切就在我眼前，你让我怎么放弃？那你也不能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啊！卑劣的手段？我不卑劣，难道要我眼看着你们双宿双飞吗？你快把解药给我，让他走，我留下。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，还不行吗？现在可不行，解药给了你，我拿什么留住你们？可谢言齐他都快不行了。尊上，慕容一远已经带人到了宫门。慕容一远，他怎么会来？来得正好。我要见皇上，确定他的安危之后，才可答应你的条件。把谢言齐带出来。是。皇上，依云，你怎么了？依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娘娘别急，他只是中毒而已。什么？独孤远，我们的约定可不包括你能伤害皇上。娘娘息怒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我若不是用毒拖住皇上，他早已与这位尹姑娘双宿双飞了。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把解药拿出来，我们一手教人，一手教物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你拿到它后，我们便划江而治。江河以南的半壁山河都是你独孤园的了。你想定什么国号，随你便是。依云，此事万万不可！你若这样做，我在九泉之下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你作为我朝的皇后，你也会变成千古罪人的。独孤园，你要还算个男人，就真刀真枪与我来战！搞这种卑鄙手段，你就算复国成功，也会一辈子被世人耻笑的。耻笑？世人只会记住成功者，永远不会记住失败者。是，我这次的确是很卑鄙，可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当年你们打下我们江山的时候，又有多光彩不成？独孤远，快放了谢言齐！你，芷柔，放下刀！你要是不放了他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芷柔，芷柔，芷柔，放下刀！芷柔，你。
柔，把刀放下。放了他！把刀放下，秦柔，秦柔，秦柔，把刀放下！快，秦柔，秦柔，解药，解药！遵上。昨夜地龙翻身，众爱卿也都知道了吧？皇上，地龙翻身，导致多处房屋倒塌，大片灾民受伤。除此之外，受震动影响，周边许多山体都有滑石的危险，还需多派些人手做预防准备。另外，粮草、药物也都成了眼下紧要的物品。皇上，内城受灾的房屋人数，臣连夜带人做了统计，这数目实在大得惊人。户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国库之中还有多少银两可供调用？启禀皇上，国库虽不至空虚，但边关军队饷银发放在即，西北也有旱情，臣也颇为踌躇。命皇宫上下除太后以外，其他所有开销通通减半。若有商贾愿意低于市价出售粮食，那朕就不妨送他一副半丈长的锦服，以表荣耀。这商贾之中捐款捐物前3者，朕要设宴御花园，亲自召见他们，给他们一次面圣的机会。众爱卿，意下如何？皇上圣明。秦柔，你的方法果然好。既然我都起了表率作用，他们还怎么好意思不捐些钱财出来呢？那是当然，而且这次还有皇上亲自接见呢，多大的荣耀啊！这样也就差不多了。什么赈灾晚会之类的，怕是那些老头一时也难以接受。唉，这阿广也不在了，也没人陪我胡闹，我好可怜。不行不行，做正事严肃点。虽说这次能够平安归来，朕是借了地龙翻身的机会，但能把这灾后重建的事情处理得如此有条不紊，还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。兄台客气了。傻丫头。谢延期，我独孤是不会就这样认输的，不会的。你别灰心，你还有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？你有什么计划吗？燕青柔，别以为拿了解药就万事大吉了。哼，那只是区区半颗解药，1年之后才是他痛不欲生的时候。我之前听说，但凡天灾，都是上天惩罚的先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西延期这个皇帝是不受上天应允的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
这就叫人去散播谣言。到时候物价上涨，我看他谢延琪该怎么办。哎，大家都别挤了啊！每人都有，每人都有啊！每个人都有，来来来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大家每个人都有。哎，来来来，每人都有啊，都有都有。该我了，不要着急啊，男女都有啊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来来来，啊，哎，别着急，来来来，我帮你，哎，给你。我真想不到，他谢延琪竟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看来我们想用天灾做文章，是不太容易了。这肯定都是那尹晴柔的主意，绝不是那些低能的朝臣所想得出来的。尹晴柔，当下虽然他们可以不在乎谣言，但他们总不能不在乎谢延琪的性命吧？要我看来，紧要关头，那半颗解药就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没错，容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这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这倒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。至于这半颗解药，那是我最后的筹码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轻易使用的。那谢延琪乃95之尊，难道他就不能利用职权，调动天下名医，在1年内配出这解药吗？就算他能集天下名医，调天下资源，那又怎么样？恐怕他没这个时间了。这其中几味药，几十年一开花一结果。就算名医等得起，他谢延琪也等不起了。哼，如今全天下能救他性命的，哼，只有我这半颗解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的胆量倒真的不小，竟然还敢进宫。我来是想跟皇上谈一笔买卖。买卖？想必皇上也知道，你们所得到的不过是那半颗解药，而另外半颗在独孤远手中。自从地龙翻身以后，他独孤园的人力财力都已损失大半，如今也只相信我一个人，所以也只有我才能偷出那解药来。这就是你表达爱的方式吗？真不知道是该为独孤园伤心，还是该为自己笑。既然这样，你不妨说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那15座城池。区区15座城池，对于皇上的性命来说，只不过是9牛1毛。他独孤园想要复国多年，已成魔咒，明炼宫就是他唯一的退路。可如今这明炼宫已经损毁大半，他所受的打击也不小。皇上，如果这时你给他几座城池，让他过一过土皇上的瘾，皇上的性命已经能保住了，而且还能和晴柔双宿双飞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真是异想天开，这半壁江山竟变为15座城池了。想法虽然天真，但你对独孤园也可谓是痴心一片了。想不到你如此自私寡情之人，
竟然也会对他不离不弃，如此为他着想。不过妙手难医命中之人，佛陀难渡无缘众生。朕若命不该绝，自会化险为夷；而你们若是真有缘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你的这个要求，朕是不会答应的。你走吧。皇上，皇上难道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了吗？朕的性命，朕自己会想办法。不过，朕看你倒也是个可怜之人，会一直以为得不到的东西是美好的。可你对独孤园毕竟了解太少。莫怪朕的提醒，当有一日，你有足够的时间与他相处了解之后，你或许会发现，他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朕最后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皇上，请您考虑考虑。皇上，走，皇上，快走，皇上。皇上，近日城郊多地突发疫情，得病者浑身发热，并伴有伤风的症状。轻者需要卧床静养，重者则性命堪忧啊！此病传染特别迅速，一人得病传染一户，一户得病传染一村呐！朕早已料到会如此。皇兄，老尚书言之有理啊，我们不如效仿前朝旧制，找一些空着的房舍来作为伏击院，将那些发热的病人安置到那里，交由太医院照顾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你们速速去处理吧。慕容依雨，看看眼前发生的一切吧，你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你什么也做不了，你只不过是攀附在颜齐身上的一朵花而已。来人呢？在。吩咐下去，从今日起，不论任何人来求见，都说我身体不适，不宜见客。是。那皇上呢？他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就算是他，我也不见。是。皇兄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坊间出现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尽快禀报你才是。讲。数日前，坊间出现了一群奇怪的道人，他们替那些患发热症死去的病人在家里开坛做法，送去符水，并且还不收钱。他们说什么万物皆为生灵，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行善积德。臣弟觉得此事蹊跷，所以前来禀报。送去的不是急需品，而是几碗符水，而且还不收银两。正是，这件事臣弟也觉得奇怪。他们那些道士嘴上虽然说不收钱财，但是那些百姓白白得到了好处，哪有不付出的？他们当中就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就到处宣扬功德。虽然说现在这些道士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，但是已经颇得人心了。我担心以后会有人从中钻空子。只凭几个道士几碗符水，就能蛊惑人心？真是可笑啊！愚民啊，愚民！青瑶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最近呢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说他们组织集会什么的，会上呢倒是没说什么反对朝廷的话，也就是祈福传教罢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最近事态不太好，
又发生了灾祸，人心难免会有所浮动，所以百姓就被他们借机蒙蔽喽。这也正是臣弟担心的地方。他们抹黑朝廷功绩是小事，但是以后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依靠，那就是大事。将来必定会蛊惑百姓，并大做文章。倘若此时把他们抓了起来，老百姓心中又肯定不满。唉，真是棘手啊！这些日子就辛苦诸位道长了。为国分忧，为民祈福，我们只是替天行道而已，何谈辛苦啊？道长大仁大义，在下很是佩服。这是在下的心意，还望道长收下。以后独孤就仰仗道长了。哎呀，独孤公子，您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啊，这几日还望几位道长再辛苦一下。好说好说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告辞。慢走。谢延齐，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对策？这些人既然能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，干着心术不正的事，那就休怪朕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老天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爹娘。四弟，传我的旨意下去，将这些道士们都分散开，分别安置在我们的福济院中，让他们去施法祈福，每日与病患们同吃同住，让这些病患们也感受一下天恩浩荡。至于这些药物，还是要照常送去的，正好可以让太医们都回来歇上一些。想必这些道士们也一定是照顾病人的好手吧？啊？这也太狠毒了些。要我说啊，早就应该让他们尝尝被传染的滋味了。谁让他们总欺骗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？冰块脸，不得不说，你此计呢，虽然有些腹黑，但确实称得上是有勇有谋啊。而且啊，你只要用心，肯定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今日一计，实在是够！那是当然。冰块脸，冰块脸，冰块脸，你别吓我！怎么是你？独孤园呢？你来找独孤园，为什么？我本来不想跟你说什么的，可到了现在，我也不怕说给你听。贤齐的毒已经毒发多次了，太医说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接下来就是大器将至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死了，所以我要来找独孤园，就是用我自己来换那半颗解药。谢延齐为我牺牲那么多，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死了。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会让你见独孤园？若是他见到你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虽然以前我瞧不起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你爱的人能回应你的喜欢，更让人幸福的？
在那个世界，我是赢家；在这个世界，我是彻头彻尾的输家。易清柔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双双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包括到现在我都对你喜欢不起来，但是喜欢一个人没有错。你对不起很多人，但你对得起独孤远，对得起你自己的心。你也欺骗过很多人，但你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的内心。双双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依然对他不离不弃，你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你走吧，那半颗解药我会帮你拿到，不要再来找他。我知道，他也翻不出太大的浪花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相信有一天，他能看到我为他所做的一切。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他孔双双也会为了一个男人陷到尘埃里。贪生怕死的牛鼻子，收了我那么多的银两，就把事情办成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这里有一些首饰，放在我这儿也没什么用，你先拿去当了吧。毕竟处处都要花钱，你们出手也不能太过小气。我独孤远什么时候要靠一个女人典当首饰来过日子啊？滚！独孤，你别灰心，这次不行，咱们还有下次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这点挫折不算什么，等有朝一日你成了大事，成倍还给我便是。对，我要成大事，我要成大事，我要复国。我要复国，青柔，你一定要等着我，等着我，等着我，等着我。我们不如放一把火，烧掉所有的伏击院，然后躲一段时间避避风头，韬光养晦一段时间过后，再做行动。尊上以为如何？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公然放火反而会引起民愤，对我们以后行事更为不利。当然不能公然放火，但是尊上，你听说过天火吗？天火？恢复的不错，回去好好调养调养。谢谢啊。哦，四王爷，启禀王爷，现在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大人辛苦辛苦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待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之后，必定会论功行赏，不亏待大人。最后还请大人善始善终啊！啊，放心。
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？放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尹姑娘，你果然还认得我。说，那些道人是不是独孤园搞的鬼？轻柔姑娘，你最好什么也别问，莫要让属下为难。带我去见独孤园。这，我要先请示尊上才行。独孤园，请尊上恕罪，属下该死，被尹姑娘跟踪都没有察觉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跟我来吧。独孤，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，你是不会成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只会害了更多的人。你怎么认定我就不会成功？你跟着谢延琪，不就是因为他是皇帝吗？如果我是皇帝，你也会跟着我的，对不对？放开，独孤，这和是不是皇帝没有关系。我喜欢他，因为他就是他。我不爱你，也因为你就是你。独孤，你变了。我记得以前的你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一直都这样，只是你没看到而已。既然你自己找上门来了，我独孤就不会再让你走了。青柔，你留下来好吗？只要你留下来，我答应你把解药给谢安琪。独孤，就在前几天，我还想过要用我自己来换那半颗解药，但我现在想通了，我不会再找你要解药了。1年之内，若是天下名医找到解救之法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；若是找不到，我就和他一起去死。反正我已经活了2辈子了，不亏。你宁愿死，也不跟我在一起吗？为什么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全天下都站在他那边，连老天都是？独孤，你不要被复国这个虚无缥缈的念头而蒙蔽了双眼了。等你清醒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真正对你好的人，时刻都在你身边。你眼前也有一片美丽的海，只是你从来都不曾看到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！别追了，随他去吧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乱跑，四王爷放心不下，我们就一起找来了。晴柔，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，你要走丢了，三哥非掐死我不可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走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看看我这个皇后娘娘都当成什么样子了。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
不知皇后娘娘找秦柔，所为何事啊？坐下说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再也不会影响到你和颜齐的感情了。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也看得很是清楚，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其实，你比我更适合坐上皇后的这个位子。要说当初如果是我，也许我不会让他服下那半颗解药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用那半壁江山去换取另外的半颗解药。现在想想，我也真是天真。娘娘，其实当时我没想别的，我也是。我明白，从飞龙翻身到救治瘟疫，再到如何对付那些邪恶的道士，你做的真的很好。可能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好。颜齐需要你这样的妻子，江山需要你这样的皇后。尊上，这东西发射之后会飞得很高，而后在空中落下时爆炸，声音像极了打雷闪电，之后便会有火星四溅，我们便在四周放置一些易燃之物，火势很快就会起来。然后我们再顺势提出，天火乃是老天发怒的旨意。到时候谢颜齐他自然就会被百姓们给推翻了。跟着我，辛苦你们了。为尊上效忠，在所不辞。尊上，这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我真的逆天而行吗？连老天都不帮我吗？啊啊！叶青柔，一定是叶青柔，我一定要把她抢回来。我倒要看看老天到底帮谁。回来！
冰块脸，就算这皇宫属你最大，那你也不能不敲门就进来啊！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嘛。哦，这个朕日后必定注意。不过，你这是藏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嗯？这是鸳鸯。其实呢，我想绣的是天鹅，但宫里没有教绣天鹅的，我只能绣鸳鸯了。你们都说鸳鸯是象征爱情的鸟，其实才不是呢。一只鸳鸯死了，另一只鸳鸯就立刻去找下一只鸳鸯了。唉，只有天鹅才是一辈子只认准一个爱人的鸟呢。如此说来，青柔，我更愿意与你做一对鸳鸯。如果我真的去了，住口！不许胡说！我要你做我的白白胖胖的大天鹅。来，刚才我听闻四弟和尹浩说，你去找独孤园了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其实是……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。可是青柔，我就是怕见你为我铤而走险。每当我想到有可能独孤再次带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莫名的恐慌。你可明白？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算了，我也不去再想那半颗解药了。这一年有一年的活法，就算我只剩下1年，我们也要开开心心。我想过了，能来这世上走一遭，甚是不易。既然来了，就要开开心心的。就算离开，也不要带着一身的怨气。你能这么想，那真的太好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还有一事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你既然都说出口了，就问吧。听下人说，慕容找过你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多想，他没说什么的。我知道，青柔，我能理解你现在在宫中的地位十分尴尬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解决此事，绝不辜负于你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。知道了，青柔，我这就去与她好好谈谈。哎，别，我先出去走走吧。不必。哎呀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，有我在，她很多话不方便跟你说的。我刚好出去透透气。邱公公，那你跟着吧。走。哎呀，我就当您是我爷爷，咱俩遛弯去。哎呦，这使不得呀！呀，走了。依允参见皇上。不必了，依允，坐吧。你先说吧。言七，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，也想得很是清楚。我决定出家，求得一片清净。依允，你先别急着劝我，听我把话说完。
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你爱的是尹姑娘，而她也比我更适合皇后这个位子。我感谢上苍，让我在最美丽的时候遇见了你，这是我的幸福。可是你我终究无缘相伴走过这一生。虽然我有过遗憾，有过怨恨，但这一切都过去了。这些天，我想起过我那5年遭遇的一切，也想起过再次回到你身边的点点滴滴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世间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爱，也不是恨，是曾经最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。看来你已经想好了。是，慕容家早已经灰飞烟灭了，虽称不上是罪有应得，但也是家人贪图富贵所致。而我在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之后，青灯古佛相伴，才是最好的归宿。前些天我去看过太后了，她老人家也愿意不计前嫌，也都放下了，所以医院也不愿再去怪罪于她。过几日，我便会搬到般若寺，和太后一起为天下百姓祈福诵经，从此不会再踏入这红尘浮世。我此次前来，亦是和你做最后的道别。这缘也是劫。你我2人虽说有缘，可更是我们必须要度过的劫难。就当作是一场梦吧。梦醒过后，一切依旧。今后，无论你作何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踏出这道门，你我便咫尺天涯。依云，照顾好自己。青柔，青柔，独孤园像发疯一样，他现在带人占领了乐天斋，还绑了周大同，现在还说用你去交换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快过去吧。青柔，去了千万别出头，我们会护你周全的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吧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。走。青柔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只要答应跟我走，我马上就把他放了。青柔，你别管我们了，
你们快走吧。独孤远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，我更不会跟你走的。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好吗？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行吗？你放了他，他们都是无辜的人，你怎么就……好，就算我跟你走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的复国大梦我根本不感兴趣，我帮不了你什么，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好吗？住口！你能，你一定能的。谢颜齐登上皇位，就是你帮他的，就是你。独孤远，帮谢颜齐登上皇位的人是你。我啊，对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贝子，不要和他说了，他已经疯了。上！大头，你没事吧？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新式武器。我去，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东西啊？早就有了，皇上用的。那你别伤他性命。放心吧。独孤，易清饶，那半颗解药在我这儿，你放了它。解药，我的解药，你偷了我的解药，你个贱人！连你也背叛我！易清饶，那半颗解药就是谢颜齐的命，你放了他！我给你换。好，我答应。解药！独孤！来来来，哟，小可爱。哎，别光顾着看，你们也抓紧啊！好啊，爱妃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啊？你好歹也是皇上，有点政治概念好不好？你这后宫本来就空虚，再加上后继无人，那些御史不要把你参死了。你看他们根本不用理会他们。
只要是爱妃生的，男孩女孩都喜欢，对不对啊？听我一讲。哎，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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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不透是你的目光，阻不了泪水流淌，抓不了曾说的家乡。青柔，到最后散场。青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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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，我一定要复国，立你为妃。青柔，青柔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等不到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可惜你不愿意坚强。世间最美好的承诺，不是我爱你，而是我会一直爱着你。我的心还能坚持多久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我现在还不愿放弃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有本启奏。讲。皇上大婚已1年有余，而皇后尚无确切喜讯传出。皇室子嗣重于泰山，但后宫又是空虚，亟待充盈啊！先皇大孝已过，秀女选拔在即，还望皇上恩准。朕刚登基不久。国库尚不丰盈，这个选秀女一事，劳民伤财，还是暂时缓一缓吧。好了，朕伐了，无事就退朝吧。哎，皇上，退朝。你们这么急着给朕立妃，难道就不怕皇后吗？邱公公，你在看什么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皇后呢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说她出去了，而且她还说让皇上今晚什么？说呀！娘娘说今晚让你睡书房。什么？书房？朕为何要睡书房啊？奴才也不知道啊。娘娘好像今天很不高兴的样子，要不奴才去把娘娘给找回来，您自己问问。不必了。摆驾，御书旁。是。皇帝下旨了，全城妓院割饲停业1个月。这还不算啊，有趣的是，
所有皇宫贵族以及5品以上的官员，不得与妻妾同床。哎，这不，吏部的刘大人刚刚纳娶了一房年方15、貌美如花的小妾，嘿，却整日看得见吃不着，气得直跺脚。这就对了，看他下次还敢动不动就上奏，说什么皇宫空虚与祖制不合。就是，哎呀，不过咱们这位皇上啊，对待皇后娘娘还真是没得说。可不是嘛。要说这男人呐，但凡是有了些闲钱，都想着娇妻美妾的享齐人之福。瞎说啥你？可咱们皇帝啊，跟他们都不一样啊，就想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喂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起！旧深秋，窗前